当冲哦。诶，也系嘛嘅。哦，该没攀，咩盘？没攀。哇！年轻朋友們能厲害嘛嘅喎，應該唔知更加係要睇學下水比絲毛唔啲呢嗬，更加學教唔啲係要睇狗毛。嗌公佢係傳下來，也係阿公傳下來嘅。係啊係啊，因為嗌公讀寒書啊，嚇！因為小莫比是，哎呀，一多年嚟啊！最少有200年嘅。哇！誒傳家寶呢？係啊，你沒攀來嗌你個鄉下個所跳了係大石師傅大。哦，哇！佢係分石，嚇！佢分石啊，所以佢個石頭就好軟啊，要話。嚇！佢內面些會好嘅。冇嘅咩的嗬！哇！咁會唔會係按嚟留下來按重用？佢當時嗌講39年就介入開農建。哦，哦，佢係嗌成年呢5歲時就鄉下馬上都搬到族中介入同一帶，所以佢成年時就看到咱未攀嘅。哦，哦，看到嗌公嗌爸，哦用嗌毛筆記帳啊。啊，哦，係所以以前同嗌讀國中、高中，嗯嗌做運轉，嗯，所以咱未攀，讓嗌當有感情。哦，哦，所以之後我嗌來哦，從小嗰些嗯哦，因為嗌啲農嘅對面係一族中嚟搞嘛，嗯我讀嘅線上就教下台師，嗯，所以係鼓勵去學。哦，但是我們都講佢學幾年之後，去參加嗌啲金鵝獎啊、哦，花絮計劃呢，比賽，那全省第一名。哇！該小六嘅都有。嚟個會下係啊，所以講四個獎你沒攀啊，定係當有感覺係嗌啲五福嘅一隻憲法係一隻記錄。哦，嗱係嗌之後，當你講係一隻溫室嘅書寫一隻嘅推動力啊。